好，各位同學仔，大家好，我係 Mr. Edmund So。咁今日咧就會講2006年會考題啊，咁就會係講第6條嘅，就係卷一裏邊甲部分甲一啦。咁呢條題目咧，你睇之前睇呢個 video 咧，麻煩你攞住份會考卷喺手啦。咁亦都希望你曾經嘗試過去做嘅，跟住之後先過嚟睇啦。OK，咁其實呢條題目都比較淺啲嘅，咁我都對大家嘅能力都冇乜懷疑噶啦。咁首先呢，佢就俾咗2位同學仔啦，一個叫志成，一個偉明。咁啊，其中一個咧就重啲，就重20%；另一個咧就已知咧就係60個 kg， 得唔得？咁我哋要揾嗰個就偉明嘅體重，咁我咪切咗去做 X 咯 ，X 咁重咯。咁啊，由於志成嘅體重咧就比阿偉明更加多，咁所以咧我就多幾多就多20%，咁所以咧我咧就會咁樣諗啦。無論偉明係幾多，即係乘以120%啦，因為多20%啊嘛。咁我哋睇下畫面，由於100%就係1嚟嘅，所以我就寫1加20% 乘以 x 等於60啦，得唔得？咁即係 1.2x 等於60啦，咪左右手除以 1.2x， 咁啊 x 咪等於50 kg 咯。咁啊，由於我之前咧將個體重咧就列為咗 x， 咁變咗咧 x 咧一定係包埋嗰個嘅單位噶啦。咁我稱 x 咧就做呢個叫未知量嘅，得唔得？即係包埋單位，包埋一個量度咁啊，個未知量啦。OK， 跟住到 B 啦。B 咧就係一條都幾可愛嘅題目嚟嘅，又係一啲咧考下你數理相唔相同嘅。咁點樣答咧？呢條咧都要計少少數嘅。咁佢又話啦，素山咧嘅體重咧就即係比阿志成仲要少翻啲嘅。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咁你素山到底同另外嗰個偉明咧個體重相唔相同咧？咁如果我哋要思考呢條題目咧，咁有啲人就話大家都係一個多一個少20%，咁應該大家應該一樣啦啩？咁呢度咧就係考你咧就係估唔估到？其實60% 裏邊嘅20%， 50% 裏邊嘅20%，呢個考你啊，就係50 kg 裏邊嘅20% 同60 kg 裏邊嘅20% 係相唔相同嘅啫。其實就考你呢樣嘢嘅啫。咁啊睇下咯。立咗60 kg 裏邊再抽翻起20%，咁啊即係60乘以80%，或者係60乘以0.8啦，咁啊出現咗48 kg。咁一睇48 kg 同50 kg 兩者係梗係唔相等啦，得唔得？咁我會覺得俾咗嗰個結論就係話佢哋嘅體重唔相同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做啲類型嘅題目咧，有陣時咧就未必係一時咧就可能你真係會俾佢咗啦。大家都20% 應該相等啊啩。咁其實頭先我講咗啦，個破解方法諗嘅最快破解方法就係睇下先啦，50個 kg 裏邊嘅20%同60個 kg 裏邊嘅20% 係兩碼子嘅事啦，得唔得？咁如果寫咧，要你寫呢種咁嘅數理咧就比較困難嘅。咁有陣時咧你就要自己留意啦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計都計到出嚟，話俾人聽係唔同嘅，得唔得？佢好似我即刻計翻素山嘅體重啦。咁呢個由於咧甲部分咧係比較簡單，你就可以計，乙部分就未必得噶。呢種你自己要取捨啦。有陣時時間上高未必許可俾你計咁多噶。咁如果時間上高唔許可，你就諗下啲聰明啲嘅寫方法。你俾我咧，我就會講50 kg 嘅20% 係不同於60 kg 嘅20%，所以他們的體重不相同，得唔得？呢個係另一個答法嚟嘅。OK。咁如果大家同學仔有啲咩好嘢介紹我啦，喂唔係喎，Mr. So 我有啲更加好嘅solution，或者我有另一個諗法，咁我都歡迎你send email 嚟同我傾偈啊，交流下嘅。OK， 或者 Facebook 見啦。好，咁呢度唔阻大家咁耐啦，拜拜。